章第1节到第6节。咱遮的话人应该着担待话人的软弱，毋通凭家己的欢喜。咱逐个人着互厝边欢喜，互因得着好来建立，因为基督也无求家己的欢喜，就是照所记载讲，人买卖你的买卖有够于我，因为早所记载的拢是要教示咱才来，互咱对吞论、对圣经的安慰来得着盼望。愿守事吞论安慰的上帝，互恁大家同心照基督耶稣，互恁一张心、一张嘴，荣光上帝，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病。请陈牧师讲道题目是万民的教会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科技哪来哪发达方便，自从有了赖这个字眼出现了后，真少人就有咧敲电话，会利用伊来做日常联络的一个管道。所以我想，若有伫使用赖的兄弟姊妹，伫你的手机仔内面，可能有几啊个无共款的组方便你来联络。亲像厝内人。咱只要拍一个赖转去，甲伊通知讲，今仔日我无要转去食饭，也毋免敲电话。有可能较好的朋友一个组，离拍就约入去佚佗，电话嘛毋免敲。但是嘛，因为有太过侪的组，有可能一个无注意，信息就传毋到所在去。伫几个月之前，我有看过一篇的文章，是一个少年人所写。伊写讲，当伊要转去厝里的时，才发现讲，伊出入停车场的迄个感应器，就迄个 BB 的迄个感应器无去啊，所以就当入去。伊就紧发2篇啊，才会甲伊厝内人讲伊的口换断，所以伊发一篇讲，我的感应器无去歹去啊，去换新的，无去啊，去换新的嘛袂当用。佮拍第2个讲，我会记你处理，所以较慢转来。等伊发出去了后，伊一看。已經有20幾個人已讀已經讀啊！想講因兜無遐爾濟人啊，伊才發現講原來伊傳毋到所在，伊傳去伊個教會的組的內面，所以伊緊佇遐會識咧。但是真趣味的是，教會遐個兄弟姊妹，伊看到伊的信息了後，攏佇咱的群組內面開始為着伊的感應去祈禱。所以有人就写講，親愛的主耶穌。求你互某某人的这个感应器会当正常使用，感谢主，俄罗主他们。所以伊就伫网络发表这个伊的经历，所以真侪网友伫下面留言讲，有的人认为讲，教会人哪遐尔善良，嘛有的人感觉教会人哪遐尔温暖，竟然会有人会为着这个感应器这种物件在祈祷的。但是我想这种情形咱拢非常习惯，因为这就是咱的教会生活。当咱生活伫即个信仰的大家庭的内面，兄弟姊妹拢会为着彼此的同担来祈祷，为着快乐的事来感谢。但是外面的世界敢是安尼？毋是，因为你过了好毋好，别人袂认为甲伊有啥物关系。所以讲，上帝将咱放伫教会即个团体，毋若是爱咱组织伫遮敬拜，嘛是爱咱伫地面学习。为将来伫天顶的生活，所以咱的一生毋是去找一间完美的教会做目标，是咱来对无共款的兄弟姊妹心上去学习认捌上帝。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2章第14节到19节讲，因为身躯毋是一体，是侪侪体。说使脚若讲，我因为毋是手，我无属身躯，伊毋是为着安尼就无属伫身躯。说使耳仔若讲，我因为毋是目睭，我无属伫身躯，伊毋是为着安尼就无属伫身躯。说使通身躯是目睭，对倒落会听；若拢是耳仔，对倒落会偏。若是上帝照伊的所爱，将遮的体随个安排伫身躯。而且互咱看见，咱成做基督徒，咱就是耶稣基督身躯的一部分。耶稣将无共款的咱安置伫伊的身上，组成教会。所以咱代表的就无过是咱家己，咱代表就是耶稣。嘛因为安尼，咱若想要认捌耶稣，咱就爱对认捌教会开始。伫咱每礼拜
拜所个别信仰所用的使徒圣经内面，除了对三一上帝宣认咱的信仰，其中嘛有包括教会的部分，就是我信神、公道的教会、信徒的相通。会将这两句放伫信仰个别，这证明人参与教会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代志。因为教会这个字，伊的原文毋是一间厝，毋是一间建筑物，伊是一群奉呼召出来人。信的教会的信，嘛毋是讲教会是圣洁的，是神圣的，毋是。这个信是因为咱属于圣洁的上帝，所以咱爱分别做信，袂当甲世界人三做伙。另外，讲这个字 Catholic， 这毋是天主教。是讲教会是会当包容所有的人，一切人都会当入来，是普世的。第二句讲着我信圣道相通的圣道，嘛毋是讲咱在座所有的人信耶稣了后，咱拢变甲非常的圣洁，因为咱还是罪人。安尼，这个信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个信是因为咱属于圣洁的上帝，所以咱爱分别做信。相通 communion。是讲，咱爱甲其他的肢体有结连，爱彼此相听。所以为着要达成这个相通，咱就爱定定 communicate。communicate 就是沟通、交易。互咱兄弟姊妹之间爱交易。虽然伫交易的过程、沟通的过程，定定会因为咱家己甲别人无共款，来产生迄个无共款的意见出现。但是咱爱知影，咱是属于主耶稣，耶稣是咱即个身躯的头，所以咱就顺服伊，尊重彼此。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罗马书14章的部分，就是咧讲信共同的教会、信徒的相通到底是怎样一回事？这真正是非常需要学习的功课。因为教会虽然是一个信仰的大家庭。但是，咱每一个人拢带着家己的本性，做伙来超找救恩。所以，罪人甲罪人中间一定会相弄，会产生冲突。咱嘛对规本圣经知影讲，毋是现代人才会安尼。2000年前的教会早就发生这个代志。所以，这证明咱拢需要互救恩稳定不断来发生。咱毋是信耶稣了后就停留伫原步，无要进步。因为教会毋但有传福音、组织敬拜的功能，教会伫地面也有一个大使命，就是当要对教会，互伫天地遮个办证书的、有权力的、知上帝百般智慧的，而且甲咱讲啥？教会存在就是要为着互遮看袂见的邪神。黑暗的势力知影，上帝在掌权，上帝的智慧。但是教会若无合伫上帝的心意，不但侮辱主的名，有可能嘛互邪神徛伫边仔咧笑。所以咱来看保罗的批信，会当看见保罗用真侪时间伫遐教导基督徒伫教会内面要怎样生活。咱来回想顶礼拜。咱所看见的罗马教会因所发生的问题，就是有一派的犹太人，伊认为信耶稣了后，嘛是爱接受犹太的律法；但是另外一派相信耶稣，因相信信仰已经带来自由的，因认为毋免守这节期，毋免守这人者下这律法，因为因已经自由啊。所以这两派人定定伫遐冤家产生冲突。所以伫顶礼拜13章有讲着，保罗提醒讲，这两派人毋通因为这个事咧相争，因为无论倒一种人，伊拢已经因为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救赎功劳，伊已经互上帝接纳，所以咱嘛爱互相接纳。因每一个人无论做甚物，拢爱为主来活。但是嘛爱因为奴仆的优秀，就是咱甘愿为着别人成做奴仆，甘愿为着别人放弃家己的自由。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，保罗接续阐明讲，若是一间安尼的教会，
伊会产生出什么款的祝福，什么款的快乐。第10保罗安尼教导讲，咱遮个话的人应该着当代话的人的软弱，毋贪求家己的欢喜。咱别人着互厝边欢喜，互因得着好来建立。当咱看见第1节到第2节，咱会看见真美好精神。话的人就是坚强的人，爱去担当话的人的软弱，毋是伫遐批评因，毋是伫遐嫌因传为教会来气杀伊，反正是爱安怎担待因的软弱。对这个咱看见，保罗无将这个改变的责任放伫遐较袂话的人。保罗无甲这个软弱的人讲，哎，你著较坚强的，毋是。保罗将这个责任、这个任务交代伫话的人的身上。所以咱看见，这是你回应进前保罗的教导，就是13章的教导。保罗伫遐教导啥？就是讲无得欠人什么，只有3欠，要是欠人。保罗伫遐讲，只有疼这项物件，咱爱亲像欠人济共款，爱不断地还伊，不断付出来去疼人。当代话的人的软弱，这个当代意思就是分担因的担当，就是坚强的人、话的人爱去甲较袂坚强的人、较袂的人担当这个担当，毋是伫遐徛伫边仔看因讲哎呀一定担袂起来，毋是徛伫边仔讲哎呀遐人较软弱，行甲摇摇喘喘，毋是。保罗讲，咱爱担当因的软弱。保罗会用担当软弱来提醒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。因保罗爱咱想起，耶稣基督嘛担当咱的软弱，替咱死伫十字架顶。伫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到第5节，讲到受苦的耶稣的时，就是讲，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，背咱的苦头，总是咱掠做伊受责罚，互上帝拍。搁受苦楚，若是伊为着咱的假实受伤，为着咱的罪恶受害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着平安；伊受逼迫，咱得着医好。保罗提醒，耶稣基督担当咱的罪，咱的软弱，所以咱嘛爱学耶稣的款式，去担当耶稣，才会兄弟姊妹因的软弱。而且讲毋通求家己的欢喜。毋是讲咱什么拢袂当做，咱袂当做家己意爱做的代志。而且是你讲，我若安尼做，敢会影响着别人？咱逐人着互厝边欢喜，互因得着好在建立。而且嘛毋是讲咱爱一觉到暗去巴结咱的厝边，是咱爱互亲像互主欢喜共款，来互咱的厝边欢喜。而且爱会记。厝边毋是住伫恁兜隔壁的人，甲叫做厝边。即个厝边是伫咱的身躯边，甲咱有接触的人，拢是咱的厝边。互伊得着好，嘛毋是一工饱选伊物件，而且讲的是上大的利益，就是互伊的性命有机会来得着救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对保罗的教导，对咱基督徒的行为，会当看出有2种的提醒。第1种就是咱爱去担当兄弟姊妹的软弱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担当咱的软弱。第2，对伫还袂信耶稣的人咧，咱所做的一切拢爱想着，是毋是会当互伊的性命得着救？天主教有一个组织叫做耶稣小姊妹友爱会，伊的创办者叫做马大勒萨小姊妹。有写一张花，互所有的修女，我感觉伊写得非常好，会当真做咱所有基督徒的提醒。伊而且讲，毋通认为家己有义务，为着维持家己的宗教身份，为着甲上帝亲近，就架开一切外在的危险，伫你甲世界之间围起悬悬的墙。毋通将家己隔离于人甲世界以外，爱亲像耶稣。成做人类的一份子，透过你的性命、友情来入去净化周围的环境，亲像耶稣同款，透过你的疼
你生命中的一切来服侍其他的人。你爱生活伫人的中间，你的生命爱甲因合做伙，成做一个面架，互规团拢会当挂起来。这姊妹提醒咱，这个修女提醒咱，基督徒是甲人、甲世界有关系的，所以咱的所行所做，嘛爱对人产生好的影响。但是我想即句话真恶值学习，不如爱咱讲无求家己的欢喜，爱顾虑别人的需要，这毋是人生落来就会做的代志。因为咱人原本是安怎，别人拢爱为着我，即种自私的本性。所以咱面对别人拢爱为着我，即个自私的本性，行到我为着别人即个阶段，需要时间来学习。毋若时间，咱嘛需要真侪的认罪，才会当带来国活的新的生命，并且咱也爱不断用家己的想法来死，用家己的敏感来死，用家己的习惯来死。所以这真正是无简单，靠咱家己绝对做袂到。但是所有信仰上的指导，拢指向一个目标，咱会当学习的，就是主耶稣。所以接触保罗就是讲，因为耶稣也无求家己的欢喜，就是照所记载讲，人蕊美丽的蕊梅有够伫我。因为照所记载拢是要教示咱才来记，互咱对分论、对圣经的安慰来得到盼望。而且甲咱讲，因为耶稣基督无求家己的欢喜，诚做咱毋通求家己的欢喜的学习的基础。咱看见耶稣的一生，到伫伊死，伊拢是咧求上帝的欢喜，伊将上帝旨意放伫上大心的位置。所以咱才会跟对伊的人，咱嘛爱学习，互厝边欢喜，互因得到好来建立。第二句伫遐讲，照圣经所记载，人蕊美丽的蕊梅有够伫我。即句话是引用诗篇69篇第9节下半句。伫遐原本诗人的意思是，诗人伊伫遐感觉真外委屈，因为伊对上帝圣殿非常的热心，但是无因为安尼得到人的懊恼，反转互对立来蕊梅。但是伊无伫遐灰心，虽然伊真艰苦，但是伊讲蕊梅你的人的蕊梅要伫我的心上。所以伫遮引用安尼一句经文，就是讲耶稣伊对上帝的顺服。保罗引用即句是讲耶稣对上帝的顺服。即句话内面的你是讲上帝，我是耶稣。所以意思就是耶稣伫遮对上帝，因为伊对上帝的旨意非常认同，顺服到互对的蕊梅伊，最后伊顶伫十字架顶，伊嘛无多想，伊嘛无看做悲惨，因为伊知影蕊梅上帝人的蕊梅落伫伊的身躯顶。所以伫遮保罗引用即段经文，伫遮讲耶稣就是爱咱学习耶稣的忠心，耶稣的顺服。继续落来是讲，早所记载拢是要教示咱才来记，互咱对分论、对圣经的安慰来得到盼望。伫遮的圣经是旧约圣经，因为伫保罗的时代约未有新约的圣经。但是，请问咱各位兄弟姊妹，当你看旧约的圣经的时，你敢真侪会当得到安慰甲盼望？可能真侪细节、家谱、历史遮个代志，互咱爱真吞论，才会当继续看落去。但是，伫遮搁一摆来甲咱讲，旧约圣经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伊毋但是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伊是关系规个人类的救恩。因为上帝拯救的计划，甲上帝拯救的预言，拢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到完全应验。所以，这互咱产生一个鼓励，互咱知影讲，咱所相信的毋是空空。生存盼望真正非常的重要。我想咱伫过去2个月以来，真侪兄弟姊妹计划拢产生极大的变化。所以虽然这个疫情伫台湾渐渐平稳，但是可能真侪代志咱还袂当做，咱可能嘛感觉真失去了信心，
毋知影要继续安怎行落去。咱会因为咱的目睭所看见的来感觉失望。有一间教会伫开会时，即个主席带领遮会员伫遐祈祷讲，伊伫遐祈祷讲，全能的上帝啊，你的恩典够遥远用。但是当伊祈祷煞一开嘴，伊就讲，各位，咱现在教会精神已经完全无远望啊，咱无法度搁做任何代志来挽回啊。啊，而即回咱看见伊的祈祷甲伊的信心，敢是真平等的咧？毋是，伊是真大的安尼无共款。所以安尼远望，毋是建立伫咱看会见，会当互咱产生安全感或者个代志顶面。伫希伯来书11章第1节，咱真实的经文有讲，信就是所远望的实在，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。就是虽然咱看袂见，但是咱有把握，咱袂因为眼前的困难就失去对上帝的信心甲远望，这才是真正的信心。亲像这幅图内面，这个妇人人看起来非常凄惨，伊敢若是受尽风霜，一个人漂流伫一个岛的顶面，伊的手中的琴嘛已经断几啊条弦。但是这个画家竟然将一幅图号名叫做 hope， 叫做远望，因为伊要有远望，伊要有活命，伊的琴要有一条弦伫咧。所以咱嘛要有同款的远望存伫咱的内心，就亲像圣经讲，虽然无花果树无发芽，葡萄树无结果子，橄榄树也无收成，草园无出五谷，条内无挂只油，牛身也无牛，我要久要因为上主来欢喜，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快乐。困境内面的信心，绝对毋是出伫咱家己的意义。绝对毋是出伫咱家己的能力，是因为有上帝的喜乐汇入伫咱的内面，咱才会当产生远望。最后，保罗用祝福的方式来劝勉兄弟姊妹，虽然恁无共款，但是恁会当学习同心，彼此接纳，愿赏赐吞忍安慰的上帝，互恁大家同心志。照耶稣基督，互恁一样心、一样喙，荣光上帝，就是咱的耶稣基督的爸。互恁一样心、一样喙，是伫遮要来同心敬拜，毋是彼此讲闲仔话，彼此批评论断，彼此也讨厌。所以即在会当看做是保罗伫即段结论。保罗搁一甲强调，要同心。唯一的方式就是学习耶稣的款式。咱做逐项代志，真真心想看卖，耶稣若做即件代志，伊会安怎做？用这来取代我本身原本想要做的遮个代志。另外，咱会当对倒位来学习耶稣咧？耶稣无伫咱中间咧，咱会当对倒位来学习？就是透过圣经来看见耶稣基督所行所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是一群互呼召出来的人，咱是一群组成教会的人。所以在座每一位，咱拢爱知影，教会无一个事工会当改变人的性命，除非咱家己愿意互耶稣改变，然后咱的教会才会当朝向上帝所欢喜的目标去行。上帝毋是咧看咱做什么款的事工。上帝是咧看咱性命承受改变。当咱的教会哪来哪行向上帝的心意，信心就会不断透过咱来互万民来得救。所以教会毋是一群背景差不多、清差差不多的人聚集的所在，迄叫做俱乐部。教会应该是一群无共款的人，但是因为咱已经得到耶稣的疼。咱所来的一个所在，伫即个所在，耶稣是咱唯一的中心。咱做伙来祈祷。